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鸟鼠仔肠，台语安尼写，鸟鼠仔肠。掠鸟鼠的家私，捕鼠器、捕鼠夹，都是鸟鼠仔肠。同款的道理，掠鸟仔的家私就是鸟仔肠、捕鸟器。用鸟仔肠长鸟仔，用鸟鼠仔肠长鸟鼠。这字长，做歹代志去用长着。伊欠人真侪钱，不时有债主伫咧巷仔口长等伊。长等就是长好的意思。这字长，文音是中，鼻音是张。中，扩中，开中，中牙母鸟，中口结子。伊平时真温柔，但是一发性地就中牙母鸟，互人看过是中口结子。啊，若鼻音张，用法就真快乐。像人的生张，一张纸、两张纸的张，还佫有出张、分张。这个囡仔真分张，愿意甲糖仔分予其他的小朋友。佫来，张张大大，闹脾气塞性地，张生张死，装模作样，要死不活。伊最近失恋，是安尼张生张死，爸母甲念两句啊，就张张大大歪食饭。今仔日的台语字鸟鼠仔肠，实在真趣味。